对我来讲，我一直强调的是说，不管我人在哪里高雄都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故乡可以更好。我想行政院对于代理市长的考量会基于在整个市政没有空窗局政局稳定跟整个市政的无缝接轨的考量来推动那我相信院长最后会做一个整体性的考量当有结果之后就会马上跟各位说明。所以你是要全力的来备战补选吗？会希望党中央征召你吗？那我想补选的事情我们今天中常会就会来做讨论嘛那对我而言在整个不管是过去在高雄的这些重大政策建设的推动或者是让包括高雄市民的过去我们常常关注了很多议题那大家也知道说，在这1年多来，很多的这些重大建设，那也因为很多的这些纷纷扰扰那假如说能够尽速的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让市民能够这个免除掉过去这些纷纷扰扰能够人心望志，那我想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期待那我个人假如说有任何的决定，我会立刻向各位来做说明。所以党内有立委是希望说您可以直接宣布来参加补选。直接宣布来参加补选。对，您有意愿吗？我想我们常会党内有党内的程序要做讨论嘛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补选的办法然后也可能在后续的这个常会或执会再来做讨论。那如果参加补选的话，辞傅阁揆就是必然，对不对？对我来讲，我一直强调的是说，不管我人在哪里高雄都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故乡可以更好这个是我作为一个高雄子弟一辈子努力的目标所以当我有任何的决定那我也都会基于这样的一些考量所以一有结果我会马上跟大家说明。所以你要进去争取吗？你要进去争取吗？跟大家争取。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重复很多次了但是我想我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感情也好或者是作为高雄子弟的一些想法这一有决定还是会跟大家说明放心最快这个有些不是操之在我有一些还是要再征询更多的这个党内的这个意见或者是机制来处理好谢谢大家谢谢。